好，在台南市风台过了，佮加上西南气流呢，这嘛影响到台南关庙面的产业。这旁边的停尸是全部拢去清掉。业者讲，因已经停工超过20日，这产量呢是直接来减一半。要那外销的订单，就要等到旧历7月过了才通出货。处理就好。台南这关庙面工厂本正应该这几日拢会甲面摆伫咧柑仔咧拍，不过因为受到前一阵啊强在咧落雨，地书做面的进度拢前掉。即马台南遮做关庙面业者赶紧咧溜面摆好势，才搁摕出来拍。有业者讲，即阵啊已经歇要20外工，拢无法度做，产量比平常时减超过60成。无法度拍日啊，你搁互伊赶，你有限啊。因为阮这传统产业部分吼，无法度讲做到5大量啊。8点开始有嘛有限啊，一工可能就像阮这红仔玻璃做的啦，50-60包啊，几百包的，无多啊。做关庙面上介重要就是靠日头落去拍，面条爱拍2工才通收。有业者指出，就算靠热天嘛无一定有法度做，因为着爱搁随时注意敢有西北风，惊拍无搭面会搁生菇。目前因为量无够，有业者是针对国内市场，外销部分会撑到旧历7月后才出货。这回单那是加上后来西南气流影响，南区气象中心嘛指出，确实7月落雨日子有较低。这个月就农历7月了，啊，农历7月我们台湾的一些寺庙，它有普渡的需求，那我们会尽量把台湾寺庙普渡的需求为优先的供应对象。7月来看的话，平均的降雨日数大概是12.5天，但是以今年7月来讲，降雨日数有达到了20天。那以7月的降雨量来讲的话，大概比平均多了将近300毫米，所以各位大家会感受到，就是不管在降雨日数或降雨量上面都有偏多的感觉。初六南部总算出日头啊！南部气象中心讲，这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天气相对较稳定，后续就要继续观察南方系统，敢会继续影响南部的天气。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。